后来，这个南部地区为清明过了后，就无啥落雨了。这对拢用地下水在过外的屏东北区的乡亲，也就是内埔乡甲三地门的乡亲来讲，就艰难咯。拍开这个水道头，拢无水，拢爱靠水车来接水过生活。总共有50户4天无水通用，居民感叹洪洞水是二等的公民。除了唔望提供白啊，会当加落一寡户，嘛拜托政府爱想办法来解决。都没有水，你看。民众想要洗手，唔过拍开水道头，拢无水。昨天没有水了，真的很不方便。屏东的山地门、内埔的山区，大多数居民的水源拢是对地下水来的，因为这大个所在有点仔偏远，自来水公司无求水管线，只会当靠抽地下水才去过滤。但是对清明了后进入淡水期，这生活用水有警报。太痛苦了，真的没水。即摆拢得爱像安尼，靠自来水公司的水车接水。其实若到这个4月、5月淡水期咧，经常无水。今年佮加上天气热，佮愈严重。离这个落雨季节还佮有一段时间，除了希望紧落雨会当补一点仔水源，平常时嘛得爱节约用水。若无像安尼无水通用的痛苦，真正互居民感觉真无奈。